係2014年啦3月15日啦，亦即係我同我太太正式踏入10週年紀念日之前嘅5天。咁其實今日咧就準備咗一個遲來的求婚項目啦，今日向我老婆作出求婚啦。咁今日而家時間就大概下晝3點零鐘。咁其實就咗我太太話俾佢聽，今日咧我去咗做 gym， 咁其實就過咗美麗華都一段時間㗎啦。咁得到場地啦，各人啦幫手啦，咁而家做緊個 set up。咁固然咧，延續翻我當年婚禮當日所發生嘅事件咧，希望今日咧都會有少少煙火效果嘅。咁所以今日咧各個組合咧都過到嚟幫手咧，希望俾翻個 surprise 俾我太太。咁為咗呢樣嘢非常之期待，亦都非常之緊張。其實咧喺過去呢幾個月裏面咧，我相信我老婆作為一個咁聰明嘅人咧，其實可能都估到發生緊好多突然奇離怪誕嘅事情㗎啦。包括我成日咧閃咗唔知去邊啦，又揾唔到我啦。咁其實要講個大話去我太太，俾佢知道發生乜事，真係幾難嘅。尤其是佢啲朋友們啦，都已經其實不斷咁滲透話俾佢聽，其實你好似3月15號要影下相喎，婚紗鋪嗰邊就嚟開咯喎，你都要準備一下啦。咁其實我相信太太其實估到啲嘢嘅，但係實質上係啲咩嘢咧，我都相信希望俾到一個驚喜俾佢。咁同埋好似有個 flashback 等佢 recall 翻我哋喺2004年結婚嗰段日子啦，結婚當日咧所發生嘅每一個過程，我希望佢有同意嘅。今次咧其實真係好多謝美麗華酒店啦，各部門啦，仲有阿 Cherry 啦、阿 Pius 啦、寶星集團啦、煙火效果啦，嚟個幫我咧，去將呢個秘密咧一路保守住。阿 Pius 亦都咧花咗好多心機㗎啦，其實同我太太做咗一套好靚嘅呢隻 black dress， 亦都希望我太太咧今次滿意呢一個安排，所以我哋向呢一個求婚嘅項目加油進發啦！我太太咧不嬲咧都同我講咧就話，俾驚喜俾人咧就唔好淨係俾一樣驚喜，一俾驚喜咧就一係好事成雙，一係就一炮三響。所以其實今次同佢搞一個求婚嘅項目咧，都希望咧俾佢多元化嘅驚喜。咁正話都講到咧，其實戒指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愛的證據。喺我同我太太結婚嘅時候咧，其實嗰隻結婚戒指咧係由佢自己 design 嘅。當日咧佢就話唔想好似喺出面買隻戒指咁千篇一律啦，同埋好似冇乜意義咁。咁所以佢當日咧就自己設計咗一隻戒指嘅款式。咁而佢同我生咗4個小朋友之後嘅固然啦，戒指唔係好啱戴啦，我隻手又脹過，又瘦過，又肥翻。咁基本上戒指都已經唔係好啱戴嘅。咁所以我希望咧今年咧同佢踏入10週年紀念日咧，正式同佢重新咧係定一隻新嘅戒指。今次嘅戒指咧就由我自己去 design 啦。咁講到求婚咧，固然唔少得花啦。咁我為太太咧其實準備咗一束好特別嘅花嘅。點解我話好特別咧？因為我唔選擇用鮮花。對於我太太嚟講咧，佢認為鮮花咧其實好容易凋零。其實佢從來唔係好中意鮮花，認為我買鮮花咧係嘥錢。咁所以我從世界各地咧搜羅咗好耐，終於俾我咧千辛萬苦咧，終於揾到咧有啲叫玻璃玫瑰花咁嘅物體。咁而呢啲玻璃玫瑰花，我選擇咗用粉紅色啦，同埋紫色做主調啦。而且訂購咗10支翻嚟。點解用10支呢？寓意我哋咧係即將踏入10週年結婚紀念日。咁而呢一束花咧，其實我交咗俾一個花藝師咧，係叫佢幫我設計，用一啲好特別嘅方式咧嚟到包裹住佢。咁但係當中咧係發生咗啲小插曲嘅，因為當我3月頭嘅時候正式將呢一束花交俾花藝師嘅前夕咧，佢突然間打電話俾我，跟住又唔好意思，我入咗醫院。我做咩事啊？你冇嘢啊嘛？我就生得啦，我應該可能呢幾日咧臨盆㗎啦，咁我可能未必安排得到幫到你手啦。咁嗰刻咧其實係點然失落嘅。咁雖然失落咧，亦都固然啦，等呢位花藝師咧高興啦，生 BB 噃，固然開心啦。咁經過咗1日之後咧，呢個花藝師又再次打電話俾我 ，Anthony， 我冇事啊，原來發覺咧係我誤會以為早產咋，我 OK 㗎，你將啲花交俾我啦。咁於是亦都咧千辛萬苦迴避我太太，唔俾佢知道我發生乜事咧。咁自己咧將啲花咧交俾呢個花藝師，而將等佢咧係好好咁包裹成一束花，將會咧喺3月15號咧呈上俾我太太，希望佢中意呢一份心思嘅。